请大家坐，闭目心来敬拜。礼拜中，请你的手从你的手机关机，也是换做飞行模式。多谢大家。请兄弟平安。即马咱要用感谢甲懊恼的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懊恼伊的名的荣光，用懊恼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懊恼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引带咱今仔日倒来到伫伊的面前，就是要用喜乐的灵来敬拜耶和华上帝。阿门吗？咱基督徒每一个拢有上帝赏赐咱丰盛的性命，但是咱伫咱的生活内面，有时阵会拄着困境，有时阵会拄着身躯的病痛，有时阵会拄着忧闷。这个拢是对敌，这个魔鬼要透过安尼来夺走咱对上帝的信心。总是，咱伫上帝内面，迄个恩典是无限的。每一个时刻，上帝伊应允讲，伊甲咱同在，伊的恩典对着咱，阿门吗？阿门。所以，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就回头去看上帝伫过去怎样予咱种种的恩典。所以，咱去算小主的恩典的时阵，咱的信心搁一摆就提升起来。所以，困难、困境是上帝也是要为着制造咱的信心，搁再出发的一摆机会。阿门吗？所以，咱无惊这个困境，无惊遐，只有亲像大卫拄着歌利亚的时阵，伊有惊遐无？伊无惊遐，因为伊靠着耶和华上帝，伊讲我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就是一个信心的英雄。阿门。这个是邀请咱的兄弟，咱做伙起立，咱要用一个真正献祭的心来到伫上帝面前。今仔来到伫遮的，拢是耶和华上帝的百姓，拢是唱歌的天使。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咱这是咱备办好咱的心，将咱的目睭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咱的主，伊掌管最王，互咱所有的重担拢投放来到伫遮，咱用咱的信心来宣告讲：我要得医治，我要得丰盛，我也要得快乐。哈利路亚！咱这个时，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三甲来祈祷讲，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传阮入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咱这个时间，咱要来互相来欢迎，然后来甲咱的兄弟姊妹，你来欢迎伊，转来到伫咱的眼光教会礼拜，然后你甲伊祝福，你甲伊讲，我是信心英雄，你嘛是信心英雄。来，咱来甲隔壁的，然后咱离开咱的座位，来甲咱的兄弟姊妹欢迎伊做伙来敬拜上帝。嘛来甲伊宣告的祝福，哈利路亚！咱拢是信心的英雄。哈利路亚！一透早，咱就摕到这主予咱的信心的锁匙。这信心的锁匙，咱甲拍开。咱要迎接天顶来的丰富，咱来学老主。咱是上帝的子民，想出来好调。伫这黑暗的时代，做光我做盐。经过黑暗的日子，流目屎基督，困求信心的作为，工力充满我信心应用。这世界变清楚管理，变出伊营养，无顾压抑，无顾烦恼，你记录真理，勇敢的心灵。咱是上帝的子民，想出来好调。伫这黑暗的时代，做光搁做盐。经过黑暗的日子，流目屎基督，困求信心的作为，工力充满我信心应用。这世界变清楚管理，变出伊营养，无顾压抑，无顾烦恼，为记录真理，勇敢的心灵，信心应用。这世界变清楚管理，变出伊营养，无顾压抑，无顾烦恼，为记录真理，咱举手，的心咱是信心应用。信心应用。这世界变清楚管理，变出伊营养，无顾压抑，无顾烦恼，为记录真理，勇敢的心灵，为记录真理，勇敢的心灵，为记录真理，勇敢的心灵。咱甲头我声归予咱的主，因为咱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拢用信心
因为上帝拢咧照顾咱。是主所定，上帝咧照顾你，也就是会阮拢免惊，上帝咧照顾你，上帝咧照顾你，搭你咧过，搭你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你的心有得到温暖无？阿门。咱小等者，咱搁来唱到副歌的时，咱的你拢要解做我，上帝你，上帝照顾我，阿门吗？咱第一节，咱请兄弟来吟，来第一节，兄弟请。第一节。照顾我。
谢你的听，天父多谢你的恩典，时时刻刻充满伫阮的内面。主，阮每一日拢要亲自来见你的面，进入伫你的荣耀内面，因为阮每一日拢需要基督国外的大权能，甲阮的性命同在，也互阮甲圣神行伫你同在的道路内面。感谢阿罗主，阮就近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渴慕你的听，来做伙，哈利路亚。主啊，互他就近你恩典宝座前，因信实实伊追求你。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好听卡无你，亲像卡无你同在地，我生命中。主，我好大就近你。主啊，好大就近你恩典。主啊，阮来到伫你恩典宝座前，因信实实伊阮找求你永远的诚心甲诚意。亲爱的天父，我好听卡无你，亲像卡无你同在地，我生命中。每一日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话语，你话语真甘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时刻，我需要你，诚心啊好感你。这是我的祈祷。恳求，这是我的祈祷，因为咱所求的，上帝照咱所求的来应允咱。兄弟姊妹，咱是基督的权能的大军队，伫这个时，咱要为着咱的苦美主姊妹来祈祷。美主姐举手一来，互阮看一个美主姐哈。啊，这是美主姐啊，美主姐，咱要为着这个家庭祈祷，咱要为着这个家庭祈祷。求上帝施恩，求上帝将伊的福气、将伊的平安甲健康享受伫因的家庭内面，互这个家庭每一个因的后代，伫这个世代，因拢要归往伫上帝面前。这是带来属天的祝福，阿门吗？阿门！咱这是举起咱的正手，为着美主姐，咱为着伊的家庭来祈祷。1、2、3，哈利路亚！主啊，我这是提名为着美主姐的家庭来祈祷。主啊，你是咱的主，主啊，你是享受贵咱的上帝，你是享受丰盛的上帝。主，当阮提名为着伊的家庭祈祷时，主啊，你的圣神就临在伊的家中。主啊，你来享受贵咱，主啊，享受美贵。主耶稣，享受你上天的能力伫这个家庭。主啊，互伊行归于上帝你的道路。主啊，特别祝福这个家庭的后代。主，互伊伫这个世代内面。主啊，真多上帝你救赎的百姓，一个拢要倒转来到你的上帝的面前。主啊，因为上帝你是疼爱上帝，主啊，你是一家之主，你伫这个家庭来掌管做主。主你恩典是了，互因有勇气踏伫上帝你所享受迄个恩典的路上。感谢主，阿乐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第二位，咱要来为着咱的姊妹来祈祷，好，咱为着咱的永轩。咱为着咱的永轩和咱的弹琴的永轩，
伊来伫台北，高雄人，然后来伫台北，而且来读师大的音乐系。感谢主，伊来到伫台北就拢伫咱的教会伫侍奉。伊也是咱周牧师的孙啊，所以甲咱伫遮做伙侍奉，非常的感谢主。伊过来要去到伫美国纽约，搁伫遐读音乐系，所以这是上帝对伊真大的祝福。咱来为着永宣，为着永宣永宣咱的姊妹，咱的青年，咱要为着祈祷，求上帝来帮助伊将来伊求学的路途，互伊的信仰继续伫上帝内面来服侍伊，来搁互伊的婚姻嘛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阿们吗？这是最重要。咱举起咱的正手，为着永宣来提名祈祷，1、2、3，哈利路亚！主啊，阮这是阮为着你的查某囝永宣来祈求。主，这是你所拣选、你所疼的查某囝。主啊，你的福气要守住伫伊的身上。感谢主，你过去予伊足足的恩典。感谢你，予伊有真请伊有好的信仰的父母来优势来教育伊。主啊，予伊伫一生的路上拢来服侍你。主啊，你继续来带领，予伊将来伊求学，不管伊是伫倒位伫国外，主啊，你甲伊同在。主，阮特别为着伊的婚姻来祈祷。主上帝，你已经为着伊备办，是上帝你看做好的囝子。主啊，照着你的恩典，你用百般的气来守住伫伊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是咱每一日拢需要主，我需要你，靠着主的话语，互咱的心上活甘甜。哈利路亚。为是我需要你，相信那主，阮举起阮的双手讲，这是我的祈祷。将仆仔声归予主，讲主啊，多谢你听我，多谢你听我，哈利路亚！咱所有的娱乐拢归荣耀伫主。这个时，请坐。这时，咱要来讲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2章，咱要读第1节到第2节，第1节到第2节，请咱做伙来读。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达好的担当，甲快快地伴咱的罪，用吞忍来行走所。伫咱头前的路站，着注心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忍受是一个，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愿上帝话启示踮伫咱的心内。即时，请加勒诗班来学罗上帝。因要现的诗是：时刻我欠因主，时刻我欠因主。
这时，咱请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典范，典范”。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早起，咱会当做伙一只来敬拜咱的上帝。特别今仔日咱的诗班是咱的女主从上深的吼，稳定上多，咱的相连牧区吼，真正真赞吼。因有真好的典范，会当留伫咱的教会，嘛真做教会祝福。我相信，因每一日的生活，拢有上帝丰盛的稳定的同在，而且有上帝的光照因，互因日日是活泼的。阿门。灵是活泼的，是少年的。阿门。咱的相连牧区遮讲你足少年的哦，来。阿门。哇，赞吼！咱看咱遮有好的资产伫遮呢。安怎讲？若要叫少年的来唱吼，唱4步无法度啦，对无？教1个月嘛教袂晓，咱人因都有法度咧，对无吼？安尼合声了，搁来唱一下4步来做结束，哇，真稳固。感谢主，唱即条歌就半样，愿上帝大大稳定喜乐伫咱遮的相连，咱遮长辈的顶面，嘛，互咱遮的长辈拢会当日日换新，有上帝更较大的能力、圣神的辅助，伫恁的每一日的生活内面，出入拢得着平安。阿门。嘛，因为恁的祈祷，恁的行行顺顺，拢行伫四正的道路，那会当来承接恁的典范，继续伫永光教会。伫即个社会来为主发光，来做盐。阿门。哇，即款会祝福你呐，愿意领受，你就讲阿门。我要甲安那封存起来吼。阿门。哇，感谢主吼。今仔日咱做伙一只来经文，咱真神秘的心田，来建造咱信望爱的人生。这是你我逐日会当做的事。咱嘛伫教会中间。来透过上帝话语，透过敬拜阿乐，更较济来领受上帝丰富稳定伫咱的中间。所以这个时，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宣告上帝为着咱所建立的教会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好，请坐。在每一届的宣教，咱拢宣告，咱拢相信这是上帝爱咱正的，因为伫教会内面，上帝爱咱伫遮受装备了，就是会当出去分享。无论伫家庭、伫社会、伫咱所去的所在，拢会当活出基督的荣耀来。通吸引人来归向伫耶稣基督，这是使命，这是逐日拢在做的代志哦。但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典范。哇，咱知影，希伯来书第11章，伫迄搭遐有讲到真侪神的问题。到12章的时阵讲到5万，这真特别咯。对信心，然后煞接到5万。这是一个过程，因为有信心，所以咱较有所仰望。信是一个基础，仰望是一个活力哦。信是什么？是根本。仰望是一种的延伸。迄个延伸到倒位去？到伫永远啊！阿门。这咱的信仰，互咱真清楚的一个基础，嘛，互咱会当了解哦。所以有人就安尼讲，你若甲一个人，伊的仰望摕走啊，你就是甲安那，甲伊面对。困境的迄款的忍耐，迄款的气力啊，甲伊摕走去啊，甲消灭去啊！哇，即句话真有意思哦。讲一个人若无仰望，就无有力量，因为迄个仰望所带来的，互伊对未来有迄个期待，也对因为未来有期待，伫现况的中间，任何的处境的挑战，检测有人的礼骂，有人的误解，有迄个亲情的迄个纠葛伫做伙。总是因为有仰望，所以拢会当有气力来赢过遮个，来搬过遮个。哇，这是真水！这个伫咱的信仰内面，确实是会当咱做伙去经历的。所以有人就讲，有梦最美，希望相随。阿门。
这甲咱的信仰哦，是足契合的一件代志哦。你有望，你有一个梦想，你就有安那有一个努力，迄个努力就是会当互你向前的一个力量，伫迄搭遮内底显明吼。伫社会认知的伦理中间，有一个叫做观察学习。迄个观察学习是啥物？就是讲，咱生活伫即个社会模式内面呐，吼，咱透过观察，会成做一个间接、间接的一个学习的内容。啊，这要安怎讲呢？就亲像讲，咱看一个家庭的人吼，即间厝的即口10个人，嘿，看起来因行路啦、讲话啦、思想啦，拢要足相共的，有无？哇！你看，迄厝里人若足契合的时阵，啊囡仔甲是大人拢足好的安尼，哇！迄个囝后摆行路较因爸相共，讲话嘛较因爸相共，吼！想法嘛较因爸相共。为什么？因为伊长期是伫父母的生活的中间，逐日拢在观察，透过观察就无形中间接吼，台语叫间接啊吼，间接来学习呢。吼啊，学习了就无形中就迄个模啊出来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共一个模啊，为什么叫做共一个模啊？因为有迄个学习观察的学习啊来得到遮个。啊，这甲咱讲什么？讲学习是有一个有一个典范的啦，吼，有一个模范通去学习的哦，吼啊，学习迄个过程是啥物？就透过迄个模仿啊来得到的哦，吼啊，这是伫咱的生活内面，伫即个社会认知的理论内面，得互咱知影。那安尼，咱嘛要来思考呢，就是讲咱伫什么款的环境内面，互相拢有间接的互相来学习无？到对迄个观察内面，互相在学习一件代志呢，互相在学习遐个伫生活内面的技巧也好，态度也好，认知也好，价值观也好哦。那安尼，咱就知影为什么咱一定爱来教会。因为来教会，咱透过圣经做基础，互咱来学习耶稣基督。就因为大家伫遮彼此来鼓励，互相来努力，达成行伫迄个光明的道路顶面，互咱每一日的生活嘛透过即个真理来甲咱瞧。好，那安尼会帮助咱活伫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盼望、佮有信心的一个态度佮生活内面的。那安尼，咱嘛要求上帝帮助，互咱去营造伫咱的家庭，也是讲伫咱的团体内面，就是有真理会活出来，即部分会帮助你，嘛帮助咱的后代，帮助咱的世世，无论是肉体的，还是属灵的世世，拢会当，因为咱有即款的典范，啊来互因的未来更较哪丰盛。搁较哪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你我咱会当做伙来努力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咱就爱有模样，啊无爱做典范，对无？吼，咱甲隔壁讲爱有模样，嘛爱做典范哦。来，什么叫做爱有模样？就是讲，咱有合适的一个对象啦。咱若感觉即个人的某一点会袂歹，真好，我就甲学起来，对无？吼，咱不耻下问嘛，吼，咱看即个人。哇！这人的基督真有气力，哇！咱就甲学习起来，对无？啊，这是足水的一件代哦，一件代志呢。啊，透过安尼，咱会不断的学习，就会当累积更较侪迄个上帝所欢喜的品格、甲行为、甲言行，伫咱的生活中间，嘛会当安尼做别人的一个典范来学习无。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啊，就透过安尼，咱来思考第一。牧师要甲咱来思想的是啥物？就是信心的影响，其实拢是咱的模样啦，拢是咱的典范咯。吼，咱看第希伯来书第11章啊，咱前礼拜有读过哦，吼，伫咱的灵修内面，咱有看见。伊遐在甲咱讲一件代志，讲啥物？讲信心的生活是对当日开始，因为是对迄个认捌这位上帝，虽然是看袂见的，总是。咱知影，伊创造现在有还是管理，这是一个基础呢，一个信心的基础。你若要有一个信心的生活，你上界主要的，
你就爱开始相信有一位创造的主。这位创造的主，虽然我目睭看袂到，总是我会当去经历，我会当知影，透过我生活内面的每一个时阵，甲伊连接的时阵，互我的生命是有信心、有快力的，互我每一个脚步拢是知我，佮相信伊是创造的主，伊嘛是现在也佮在管理、业理、治理的上帝。咱若有即个基础的时阵，咱伫生活内面，咱就愈来愈有信心哦。咱讲迄个信心，毋是家己的自信心，是对上帝来的呢。那安尼，我相信即个就会当帮助咱。所以后来，咱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12章第1节就安尼讲，咱既然有遮尔济的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绕伫咱。伊在讲什么？讲有遮尔济的见证人，互咱来学习啊！吼，因的过去伫历史内面，因所做的、因所成的，拢会当互咱来做一个典范来学习。所以兄弟姊妹，伊在讲这的是啥物？咱嘛会当来思考呢。那安尼，这信心的影响，这历史上互上帝肯定，甲因为神来看清因做义的这人，到底因过去的行为，因的所做，为什么会互上帝欢喜？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点对吧？吼，咱看亚伯，圣经记载讲，伊献祭比伊的兄哥该稳，更加得到上帝的欢喜。上帝欢喜伊的献祭，较重要就是什么？就是伊一个态度，毋是吗？就是伊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互上帝欢喜呢。伊若是安那，互上帝欢喜，因为伊甲上帝同行，伊行伫光明中，照着上帝的指示，直日活伫上帝的光明中。咱看见因为上帝的启示，虽然天真好，天气真好，总是上帝启示伊，就爱伫山顶来做大船。人却讲你这世界的戆人，靠人甲船伫山顶起做，要安怎甲入去河里，入去海里，这个人真正拍歹去啊！总是遐济人拢在提起伊，拢在看轻伊，总是伊坚持，因为知这是上帝所启示。后来咱看，就是因为伊上帝互伊有这个智慧来做大船，就叫伊全家的人，就伫迄个中间分别出来呢。所以，若是安尼，咱会当来了解这个信仰的前辈，因的共同点是啥物？其实因的共同点，咱伫圣经好看会当看见，因就是凭信心离开遐不义的事啦。吼，因无甲罪妥协，因勇敢甲这个罪有一个隔离。这是因的生活的一个仰望甲态度。透过因为因坚持，因无行不义的事，要行上帝所欢喜的。虽然真侪人讲安尼世间人即马大家拢嘛安尼，干那你毋是，你真正是无成活伫世间的人。总是伊坚持，对上帝来的领袖。所以这是因的特点。那透过因的特点，咱就会当知影，圣经就安尼讲，这个信心的伟人啊，本来是安那，伫这个世间是不配有的啦。这个世间不配有的，这有两个意思呢，就是讲安那，这个世间人感觉讲恁恁毋是阮即党的，恁甲阮无共款。恁行遐路，互阮看是愚妄的事。恁所决定的这是互阮看，这是见笑的代志。总是，阁有一个讲法是啥物？就是讲因所行伫这个世间是袂堪得有因的呢。安尼的意思阁较水哦，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确信，咱伫生活内面，咱就爱找着通学习的对象，因为咱的信仰、咱的生活、咱的服侍、咱的种种，一定有人比咱较高。那安尼，咱就毋茫透过学习因来，互咱的信仰、生活更较有迄个方向。所以有一个典范，有一个找着模样，就有一个方向，通啊学习，敢毋是？牧师细汉的时，算囡仔的时阵，学习的时阵就
互永轩因爸爸吼，互伊诱拐去吼，像啊爱弹吉他安尼，因为去因爸爸就买一支吉他安尼，啊我厝里都无吉他吼，啊看伊伫遐亮亮亮，就感觉真趣味吼，嘿，啊去就甲弹，嘿，啊你敢知影？迄个时阵啊，要学吉他，要倒学，爱去学起行嘛，啊学起行爱钱无？一定爱钱啊，吼！啊，咱就无迄个经济，是免啊学即个乐器，哇！啊，无亲像即马呢，YouTube 你甲点咧，你讲要学啥物款的吉他，对一条歌要安怎弹吼？你 YouTube 甲点咧，即马都有人伫教呢，吼，有够方便的吼。因摆无啊，安尼要安怎？哇！啊，就吼，就牵朋友就讲，咱即马吼，只要若知影讲队伍吼，迄个乐团在演奏，啊，咱就去安尼，吼。啊，去甲因熟悉，啊，甲因看因是安怎弹，安尼弹。哦，啊，我有乐团的朋友哦，吼，阮就伫台南安尼。啊，只要若有知影讲队伍伫演奏，啊，阮去就是伫甲学习，学习啥物？因的技巧，吼，安尼观察，啊，等于就家己安那爱安尼练呢，吼。啊，若佫较好就是吼，后来吼熟悉讲，迄人咧餐厅的乐师吼，啊，伊堪伊熟悉了吼，去餐厅毋免钱啦。吼，啊，着去迄乐师的下面遐吼，啊，着甲拍一个招好诶吼，啊，阮着坐伫遐，啊，着是看乐师因安怎弹去。因为安那有一个学习的对象，着有一个方向。知影讲等下转去，咱个吉他举起来吼，啊，甲弹看觅，啊，无简单诶，佫学袂晓安尼吼，学袂晓袂要紧，继续甲学，继续甲学习。这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心智，敢毋是？因为受迄个吸引，就自然愿意用时间来做学习。啊，我的妈妈拢甲我讲，啊，你点像咧搞烧香，啊是会当创啥？吼，因摆我听了真无欢喜呢吼。还无想到，后来上帝透过安尼，嘛会当互我服侍伊啊。这就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引出的过程。因为有一个方向，知影讲，我愿意透过这个技巧，将来有机会会当服侍上帝。兄弟姊妹，咱伫生活中间、教会生活内面，咱嘛是啊，吼，咱看见哇，有咱的长老，哇，真够探访，会真够祈祷，真够安那思会，咱拢会当来学习呢，吼，啊，伊的态度，咱嘛会诚做咱学习的一个真好。咱看见的是啥物？伊所结的果子，咱就知影讲这是好的。阿门。咱的教会有真侪通学习无？有无？爱肯定哦，一定是有的。啊，咱无可能找一个是完全的人啦，无啦。总是有特点，咱就甲学习。有好的品德，有信仰通啊学习的，这拢是咱会当来学习的一个对象。这是你我伫生活内面，咱拢会当做的。然后圣经作者就甲咱讲，因为有这样的济信心的伟人，亲像云彩，伫咱的中间来做美好的见证。咱就放下逐样的重担，就爱褪去容易啊那连累咱即个罪，专心忍耐来行，为着咱避办伫头前的路上。伊讲就爱放下逐样的重担，是啥物重担？啥物重担？就是遐会互咱感觉讲哇，行袂去的啦，互咱的生活亲像安尼，无法度真轻快来跟对耶稣的遮。哦，什么款的罪？圣经无特别讲到哦，无特别讲到哦，就是迄个重担，就是咧讲是啥物？迄个阻止咱伫即个信仰内面，诚做帮助咱好好去反省，重新来行上帝欢喜的道路。遐个物件诶，遐拢诚做咱的重担哦。搁有就是迄个会连累咱的，就是咧讲遐个无特别讲出是啥物对无？吼。无特别讲出是啥物，总是咱嘛会当知影。只要是罪，拢会阻止咱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只要是罪哦，只要是罪，拢会阻止咱。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咱来清楚放下、褪去这目的，毋是要互咱活了真轻松自在尔。圣经甲咱讲，主要是要安那行头前。为着咱所备办迄个荣耀的道路啦，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目的呢。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互咱会当看见，
为什么教会不断的爱来思考讲，咱要安怎信仰会当愈来精进好的精进？为什么咱要思考讲，咱教会要安怎，互即个信的人拄啊入来的时阵，真紧就会当接受到即个福音，牵调福音，改变因的生命，调整因的生活态度，互上帝为着因备办的福气，拢会当丰丰富富来领受。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就爱不断来挑找迄个会当帮助人、建立人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方法，透过这个通帮助咱日日来完成。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在甲咱讲，咱真做基督徒的，毋是褪去这个重担，靠着耶稣的宝血洗清去，就无代志安尼。上帝为着咱备办的迄个福分、迄个祝福、迄个责任甲使命，拢继续爱咱往头前来行。也透过承担者的，就会当不但家己领受较大的福分，嘛会当去分享，去引带，去成做一个模范，互人来学习。这才是咱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应该真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你我各有爱精进好的精进的。阿门。吼，对，咱无有人讲啊，我即摆生活安尼就 OK 啊，拢 OK 啊。无啦，对一个少年人来讲，伊爱搁拍拼，因为伊知影伊的头前的路站搁真远。对伫咱这个时代来讲，虽然是咱的年纪到这个时阵，可能要挖进天堂的时间愈来愈近，对无吼？总是，若用永远的性命来讲，敢有截止吗？无咧。咱得救了，咱的生活嘛爱得胜，搁较重要。咱就爱得到迄个奖赏啊！所以咱继续爱努力做典范，伫教会内面，咱会当看见恁的每一步、每一脚印，拢会当成做人的祝福、人军队的一个目标。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需要一寡物件，有需要放下，有一寡物件需要把握的。伫迄个放下甲把握的中间。求上帝互咱有智慧，知影什么才是重要。咱毋通用社会价值观来成做即个准则哦，袂使。就爱伫真理内面来看见，上帝爱咱的是什么，爱咱牵调的是什么。上帝耶稣基督甲咱讲安怎，咱若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是优先，敢毋是？就这个拢要煞互恁，所以迄个特殊就伫迄个特殊就是即大家来分别出来嘛。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咱，好，你甲隔壁讲，懂得取舍就是智者，安尼好不好？来，懂得取舍就是智者。对，你若会知影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会当放下，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阿门。哦，这伫生活内面真重要哦，愿上帝帮助咱哦。佮过来，咱看，咱着仰望迄个信心甲救赎咱的主耶稣，因为安尼甲咱讲，咱着爱着仰望，为着咱信心，中台语叫做安那？啥物甲正尾？圣经台语安怎讲？替我读一个，试看卖啊。创始成终，咱的代表伊的圣经哦，神的源头甲正尾啦吼，最神的源头对，迄个创始其实就是迄个迄个呐带领者，也是迄个创始者啦吼，正尾当然就是迄个完成的信心，对耶稣基督，互咱看见的是啥物？伊就是创造迄个信心的开始，嘛是迄个成全迄个信心的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伫即大家，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体会了解。咱看圣经有记载真侪这信仰的伟人，总是因拢是只是见证者哦。吼，通互咱来看，哇，即个人伊的过程是安怎，伊的结果是安怎？咱透过安尼相信讲，哇，咱会当来学习伊。总是咱真正学习是啥物人？
其实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是信心的创造的，嘛是成全的哦。吼，那安尼咱就会当更较要明白，是咱的信心会当对无可能会当来化做可能，因为你有信，迄个对原来无可能的事要成做可能，总是要成做可能，毋是你的自信哦，是因为你有一个基础。因为你心内有这位创造的主，有耶稣基督。牧师伫前礼拜，甲咱一个甲我一个朋友伫讲话时阵，较知影讲，喂，即摆即个社会有叫做一个心理的医疗、心理的医疗，一个学派叫做赛斯哦，吼，咱来用 Google 去查嘛，查会到。哇，因伫强调是啥物？讲你。那医生甲你讲，你有癌症，你着爱家己讲，无，我无癌症，我是健康的。这个讲法，看咱咧讲信仰有相共无？有无？咱嘛是伫讲啊，讲咱毋好讲咒诅的话，敢毋是啊？咱着爱祝福啊，因为对上帝来拢是祝福的啊，对上帝来较是咒诅。我头仔听看着这时阵，这甲咱的信仰有真相共呢。总是后来我慢慢去甲看了解时，我3分钟就知影，这是什么款的学术啊？吼，因就是讲安那，讲你着爱家己，你的家己的意志力，你会当，互你家己成做一个健康的人。你着爱不断讲我是健康的，我是喜乐的，我是健康的，我是喜乐的。兄弟姊妹，若是靠家己吼，你想有法度无？甲咱信仰无共款是啥物？无共款就是讲。我是健康的，因为上帝讲我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我是喜乐的，因为耶稣讲我是喜乐的，所以我是喜乐的。阿门。有共款无？无共款哦。因为咱有一个新的源头，伊是真美的哦，伊是创造的，伊嘛是成全的哦。所以咱就因为靠着伊的名，咱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有重要无？牧师常常在提醒的哦。吼，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我是一个健康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未来是光彩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会相信我这个捆绑拢要提起，拢要斩断。这是咱信仰所带来的快乐。总是赛斯这个毋是安尼讲，就爱靠家己的意志讲，我是健康的，我是富足的，我是健康的，我是富足的。无共款对无？兄弟姊妹，阮上帝互咱。有一款的智慧，知影什么才是咱快乐的源头，知影什么才是咱所通挖靠的，这是你我所应该了解。所以咱看，为什么咱有信心就会当相信，迄个无可能会当化作可能，是因为咱知影上帝伫圣经内面所应允的，拢是为着我。也上帝讲。迄个一切的应允，伫耶稣基督内面拢是啥物？拢是是。安尼，咱就凭着即句的应允，咱来行迄个上帝为着咱备办的道路。所以，咱就相信，因为信就会当将这无可能化作可能。吼，因为信伫上帝的内面，拢诚做是可能。这就是你我伫信仰内面，咱会当看见。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咱。咱相信伊是信实的上帝，咱嘛爱知影，伊爱咱忠心伫伊啦。阿门。是，伊是信实永无改变的哦。所以，伊嘛爱咱忠心伫伊。凡事，咱拢会当到伫伊的面前来，追求伊的心意。这才是你我生活基础甲态度。这是你我会当的。所以最后，咱来看，咱就爱世代来传承这款信仰的典范呢。好，也一只作者伊讲，这个耶稣，因为伊头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侮辱来忍受十字架的苦痛，后来最后就是坐伫上帝宝座的正面。这得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因为迄个喜乐是放伫头前的，迄个喜乐是放伫头前的。那安尼，耶稣基督要领受迄个上帝为着伊备办，天父为着伊备办迄个荣耀的宝座，
伊必须要经历什么？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呢？伊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那安尼要互咱知影，因为伊知影，迄个十字架的道路是艰苦的，是死实的，是可能一般人无法度承担的。迄是极刑，总是因为知影即个苦难无法度搬过未来迄个喜乐、迄个荣耀，所以伊就忍受即个过程来行头前的道路。兄弟姊妹，你有去做喙齿过无？你就知影，喙齿在做有足轻松无？哦，迄一个灯吼，迄规身手拢安尼带，敢毋是嘛？我看你的经验应该拢跟我差不多嘛吼。啊，毋过咧，为什么会当忍受？是因为知影未来啊，咱的喙齿会当作水的啦，吼，会当常常笑起来啦，对无？吼，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讲，哇，我会忍耐。你也要做一个喙齿做较完整，毋免1年吗？超过嘛有啊，你就爱去忍耐，逐礼拜，吼，逐礼拜拢爱去报道，吼，啊，看到日考的分数的下落吼，拢个啊。爱个知死啊！吼，啊，即届去吼，毋知爱个安怎啊？吼，是毋是？毋过咱知影，为着要互咱健康，所以咱知影，迄个未来，互咱的喙齿勇行，帮助咱食物件会当好落喉，健康的身躯，嘿啊，咱的身躯嘛透过安尼有好的营养通去吸收，所以咱就会当忍受食。做喙齿，咱就会当忍受安尼，何况耶稣基督伊知影，就正做咱迄个终极的典范来互咱来学习。所以兄弟姊妹，咱既然行伫即个基督的道路的顶面，咱学习伊，就是伫苦难内面，咱永远的毋忘。我上爱讲是啥物？你伫苦难内面啊，伫足艰苦的中间，你只要若会晓额头开喙来吟诗学乐上帝，你就赢啦！阿门。这是我的经历，这嘛是我在教这新学生的时阵，在甲因讲的一件代志。因为学乐这是一种的操练哦。既然是操练，就是什么？就是爱不断去学习，就是伫愈苦难、愈艰苦，亲像绝望的时阵，你永远会晓开喙学乐伊的时阵。你知吗？圣经毋是甲咱应允，当咱开喙学乐伊，上帝的宝座就伫倒落，就设立伫咱的头前呢。伊的宝座既然设立伫头前，伊的权柄运行就伫遮。阿门。伊一定为着咱赚赢这个死实的关系，敢毋是？伊一定将上好的好物来享受互咱，敢毋是？那安尼你无爱学乐吗？迄是特权的，咱一定爱学乐咯。所以兄弟姊妹。愈困境，就爱愈知影，就是流目屎、吟诗，咱就宣告主耶稣宝座伫遮。我将这个主权交伫伊的手中啊！啊无，撒旦魔鬼你要安怎？你去找我天里的老板，对吧？这就是咱信仰会当每一日来经历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早日甲今日，直到永远，拢是无改变的。就是因为安尼，咱将信心建立伫伊的顶面，因为伫伊的内面会当成全一切。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永光教会，咱爱来找迄个信仰的典范。每一个人，咱拢爱有一个通学习的，就透过伊的特色，伊伫信仰内面，逐日来学习的，咱就甲主讲主啊。我要亲像伊安尼，咱的主会互咱无？绝对会互咱，因为你是伊的囝儿，查某囝。啊，因为安尼，你愈对好的方面来学习，你将来你就会当看见后壁永远有一寡人会对你，因为你真做一个典范，会当互人来学习。我求上帝帮助，咱的永光教会一代一代、拢会当真水的典范，就亲像我。咱今仔日的上联牧区，因安尼吟诗学乐，这就是一个典范。透早就会当来准备便穿了真水、真整齐，在表露因所信的是啥物？因为因用因外在的行为的态度来伫宣告，迄个主伫因的心中的地位伫哪落？
最王的是耶稣基督，阿门。掌权的是咱的上帝，圣神的运行就伫咱的生活内面来帮助咱，日日更新，更加丰盛，会愈来就愈少年，阿门。好，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看见。圣经安尼讲情因带恁的传上帝道互恁的，恁着爱孝念因，着爱效法因的信心，留心看因的做人的结局是甚物呢？哇！即句话甲咱提醒哦，讲咱安那爱有模范模样通去学习，咱嘛爱成做一个典范，互人来学习。因为众人拢在看咱，众人拢在看咱，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拢会当树立典范，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婚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敬拜，伫咱的处事为人，咱的品格，咱信仰的态度，甲对真理的追求的心，拢会当成做人所看做欢喜的。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祝福伫你，甲你的后代，嘛要因为你来祝福咱永光教会，祝福这个社会，就因为你坚持这份的信仰，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看见。咱做伙来讲，我要找到典范，我嘛要建立我的典范来。我要找到典范，我嘛要建立典范。阿门。这是需要，所以现在，即使咱有感觉有一寡需要调整的，迄个亲像甲真理有摩擦的，也是讲无合真理的，咱就求上帝，互咱看见。上帝若有感动你，互你看见这个，就是你爱去调整的时阵。因为当你调整过来，我相信你的生活会愈丰盛。伫耶稣基督内面，要更加拿得到大大的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哦。好最后我来讲，就是伫1964年有一出的电影叫做《阿甘正传》伊伫美国摕到奥斯卡金像奖伫2011年，美国的国家的图书馆嘛甲伊纳入做因的真水的一个真有文化特色、真值得来保障的一片的电影。迄不简单哦，这个阿甘正传主要是咧描写一个名叫做阿甘这个阿甘呢，伊的智力只有75。咱中间我看咱的智力拢超过100以上的，对吧？伊75尔，伫迄个平均值来讲是落后真济大概咱的智力的平均最少嘛爱偌济？110对无？大概差不多迄个骹打嘛112只嘛正常的110就是正常的一件代志总是呢，这个阿甘伊不但是智力遐低伊阁有一点仔驼背伊老母为着要来调整伊驼背，就爱甲伊穿迄个支架义肢安尼甲调整所以伊行路就安那一摆一摆安尼厝边的这个同窗的囡仔拢爱甲欺负拢常常爱甲欺负安尼毋过伊的老母甲伊讲讲戆人只是比一般人的智商较减一点仔尔啦只要你相信上帝，你全力来全力以赴，安尼就会使毋免为着家己要求伤济，知影上帝这是上帝创造你的嘛你只是减伊呢智力减伊一点点仔尔你做代志着努力，安尼就对哇，这是老母用心来伫请养一个囡仔所以因为安尼阿甘呢伊第一届读册的时阵就熟悉一个女的阿珍甲足关心伊的后来有一届就是伊有人这恶霸这囡仔要欺伊的时阵伊就紧走对无？走的时阵伊个意志才阵长去啦，长去了伊才发现讲伊在走的时阵后壁根本叫袂着后壁拼嘛要甲叫愈叫愈远安尼，伊才发现讲伊足够走呢。因为伊足够走了伊每一届有危险的时阵，伊的女朋友就讲赶紧走，赶紧走，伊就紧走安尼，就安尼来逃脱真济的囡仔会甲欺负
后来因为安尼，伊就会当入去到大学哦。申请到大学，因为伊运动真好，申请伫大学，然后入去大学内面的美式足球，因为足够走嘛哇，足出名。不但安尼，当伊去做兵的时阵，伊嘛因为伊够走，所以救几个人呢？毋但安尼伊退伍了，嘛伫迄个退伍军营内面，嘛伊发现讲，伊真够拍倒球啦，一倒球的比赛内面，嘛是全力努力，后来真好的成绩因为伊安尼就激励真侪美国人来看即个人，所以呢，后来伫伊的即个整个的过程内面美国3个总统，约翰甘乃迪啊、林登、詹森、甲尼克森，即3个总统拢捌安那，拢捌条件伊，甲伊鼓励，甲伊肯定，哇，这无简单对无即个人竟然是安尼，哇，兄弟姊妹。所以伫即搭遮，咱会当看见整个电影在表达一件代志。伊讲重要的毋是在伫讲你有偌济较重要是讲你虽然有一点点总是你有尽力去甲伊发挥出来无，迄较是重点的。那安尼，咱就要求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信仰内面，上帝互咱的，咱无要看咱无的，咱要爱看上帝互咱的，然后甲迄个上帝互咱的，甲伊发挥出来。就会当真侪人的典范，敢毋是？所以你要找典范，毋是讲哇，着爱找什么人，找什么，毋是？你看上帝互伊的，伊有甲发挥出来无？伫即个靠着信仰会当来，互伊的性命光彩无？那安尼，迄就是咱学习。相对来讲，伫你我的身上，一定有上帝互你的恩赐，你若甲伊发挥出来，不但利益你家己，嘛见证上帝。嘛会当成做人学习的对象，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深深来体会了解，咱要建立的是啥物？伫信心内面，咱会当做伙来敲锤起来。伫咱永光教会内面，我相信代代相传，信仰的代代相传，就是教会内面来建立起来。咱的教会，我就祝福恁所有的后代，拢要比恁更较好。好几辈就在伫。恁甲伊的信要成就偌济，因为信心就是领受恩典的器具。信心愈大，你的领受恩典就愈丰盛。嘛求上帝帮助，互遐恩典丰盛满出来时阵，就你更较有见证，更较有气力去做分享的工作。阿门。你有相信吗？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会当有这深深的体会来，咱来读这段经文来。着自神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但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咱过来读一解着自神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但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深深来体会了解。上帝有甲典范放伫咱中间，耶稣基督伊本身。就是咱终极的典范，但学习伊，咱嘛敲吹咱的信仰，伫信仰内面会当互咱学习的，将这个成做咱教会资产，好好来甲建立起来，来甲传承落去。我相信，永光教会，你的家庭，你的后代，要搁较哪丰盛，这是我深信的。阿门。你相信吗？阿门。咱来吟这条的诗歌这条诗歌是牧师为着咱永光教会来写一条诗歌这是第一届唱所以咱先听然后等下咱会当做伙来唱来。耶稣基督之心，
比顺乎天理我心，合伊见证代代无止。永远的主，世界的歌，只有耶稣咱通尊重。永远的主，世界的歌，只有耶稣咱通求救。将咱上帝互牧师对永光教会以上这物件这基础、这信念，就写伫这只诗歌内面。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吟的时阵相信，这是上帝互咱信仰的资产。咱宣告，咱要成就上帝美妙的旨意，咱中间。阿门。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今仔日来敬拜服侍你。阮知不但你在看阮。正天使嘛在看阮，阮这兄弟姊妹嘛拢在看阮，阮的后代嘛在看阮。求你帮助，当阮透过观察的学习的时阵，阮学习别人好的模样，阮期待别人好的德行，因的信仰会当伫我的身上。当我有这款较无的时阵，我相信上帝，你就互我有迈进这个祝福道路的开力。我嘛求你帮助，互阮正兄弟姊妹伫永光教会找到好的模样，通学习是好的，通学习的，嘛帮助阮会当建立阮有一个典范，通互阮的事实，互阮的信仰的实体，拢会当来学习。主啊，阮相信你为着阮备办的是丰盛的，互阮更加相信，当阮行伫你的光明中的时阵，就是按着你为着阮祝福更较大的所在，迄个恩典来迈进。就亲像耶稣基督，伊看见面头前所备办的喜乐，就轻看这个十字架的苦痛。阮感谢你，
忍受这个，就是要得到荣耀的冠冕。愿你来祝福伫阮众兄弟姊妹，阮的家，阮的手所做的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奉献，请备万心来奉献，请侍奉人员准备。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事工分享，请牧师来主持。兄弟姊妹平安。咱来关心咱教会遮个一切的事工的进行，伫周报内面，咱有详细来记载吼。总是有几项来一只来做提醒。咱后礼拜日要举行圣礼典，伫第2堂的中间有洗礼吼。所以咱感谢主，即届有缘有人报名要来洗礼，有小儿洗礼，有成人洗礼，这是上帝的恩典的门大开，这使咱若有感动，未洗礼归入伫耶稣基督的名的，请你备办心，你若感觉好，你会当伫后壁来填写即个洗礼的名单吼。也咱备办心后礼拜，咱要甲主同齐道哦吼。好，咱有一个特会伫遮要来，互咱知影，就是要抢救世代的牧养研习会即个有关即个伫即个婚姻甲性的部分咱要安怎来搁较了解即个有一个真好的一个经历来分享嘛，毋望咱会当伫信仰的基础内面来了解所以咱的铁三角牧师鼓励咱会当来报名，做伙来参加4月28幸福主日咱有特别来邀请一个音乐的团队要来到伫咱中间所以咱即摆幸福小组在推萨个，咱请其实咱爱甲遮个 best 欢迎因4月28日会当做伙来参加遮有一个音乐会真轻松互因一只会当来领受
今仔日咱的关怀一步要召开同工会，请咱的同工注意咱的去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放伫咱国人的即个旧宝柜奉献地、奉献柜的中间请咱来看实属你若无的会当来甲咱的即个招待人员来了解一下吼。后礼拜咱要召开中执会甲小会，请咱同工嘛来注意这件代志。好咱伫4月21日。各活节的下晡，咱要举行即个慎终追远祝福礼拜吼，即个已经有几礼拜在推设，毋望咱的兄弟姊妹来表露咱对咱的先人的即个感恩，嘛对上帝的感谢感恩，所以毋望咱会当来参加即个吼即个周报内面为真详细，即个说明，毋望咱来看紧来提供即个资料，吼，多谢。有一个结婚的，就是咱的玉亲姐妹吼，伊的查某囝刘依如要伫台南来举行结婚典礼，伫4月初6吼，就是后过来即个拜六吼，咱来甲伊恭贺，嘛愿上帝来祝福伊的婚姻甲伊所要建立的家庭吼。有一个。咱需要继续来带到的，就是许云娥吼，就是咱家境兄弟的老母，咱特别为着这个姊妹，咱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咱。好今仔日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的，咱来欢迎伊吼。OK 好。好今仔日我来介绍。就是我的大兄甲大嫂吼，周信德牧师甲牧师娘，因即几工来到伫台北，有办理一寡因的代志，有带伫我遮吼，因大概2冬我毋捌去台北过吼，我甲讲你已经袂记得我的款啦今仔日伊起来，即摆伊起来因为伊拢有写一寡有写册即。起来台北遮要来印吼，伊的写册过去有是讲道篇为主，即马愈来有愈伊的传长，因为上帝互伊过去伫伊的即个职业的顶面有传长，后来去做牧师所以伫管理即个部分伊家契合起来，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吼。伊退休总是专心伫著书这嘛是上帝。互伊稳定我就无法度遐个机会会当好好坐落来写册吼那阮大兄就有法度咧，嘿吼毋过我甘伊无共款，就是我会当写歌啦，无共款的文字对无？拢是咧荣耀上帝吼真感谢主嘛保守因明仔载要回去的咯，拢会当得到上帝看顾吼。好，即碟请咱来起立，咱做来吟一条诗歌，彼此来祝福。主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信心来充满你，东邦对你多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名更照你，伊乐充满你，欢乐拢无去，处处大福气，主来面祝福。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当愿
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圣神的引带感动，互恁伫生活内面牵条伊的道路，嘛会当真做好的典范，互世世代代来学习、来跟对。也愿上帝会光照恁，叫恁逐日伫伊的光明中充满喜乐、快乐甲恩典，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请坐，咱今仔日敬拜就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的脚步。